国民健康署指出讲，全台湾有700万的学生囡仔有在食电子烟哦。咱国内一般线顶的购物网站都拢买得到，所以有真侪家长甲医师是真烦恼，讲对学生囡仔的健康会有真大影响。因呼吁立法院已经15档拢无修法的烟害防治法，应该赶紧完成修法。电子烟愈来愈时行，造型嘛愈来愈适拍，真侪学生囡仔交朋友拢会摕出来点风神。因为它会比炫，比那个比较炫啊，可爱啊。像你看它这个的话，就米老鼠的造型啊，还有会有一些比较新颖的一些 Hello Kitty 啊什么的，然后有的还会发亮、发光。食一穗电子烟，敢若变作是朋友之间小借问的开始。国健署估计，全台湾有79000个学生当咧使用电子烟，其中有23000人是高中生，56000人是高中职学生。生理人讲，电子烟对身体无败害，毋过医师所发现，电子烟内底的尼古丁，伊的量比一般烟草更较悬。1cc 的电子烟有可能就含有50毫克的尼古丁，相当于2到3包烟。这么多的尼古丁的量，那使用者可能1天就抽完了，他也不知道他抽了这么多的尼古丁。救青少年！救青少年！禁止电子烟！禁止电子烟！立即修法！立即修法！勿再拖延！勿再拖延！电子烟啊，食条对青少年的神经系统可能产生危害。全国家长代表甲医师烦恼学生囡仔的身体健康，望立法院会当赶紧通过烟害防治的修法。记者麦尚盈、林玉凯台北报道。